大家好，又係我鍾子仁。上一條片講袁宗培生呢位富三代，未睇嘅可以喺下邊連結撳返嚟睇。所謂不離兒，近排另一位富三代同叔大孫仔鄭志剛動作多多。阿江少啱啱公布咗會同杜拜皇室拍住上喺中東掘金。冇錯，自從佢成立咗 Ormed Group 上合集團，將自己一手湊大嘅 K11 品牌重新包裝，打造咗呢個 K11 by AC， 變成 100% 江少嘅獨立王國。呢個新嘅 K11 唔再同新世界有任何瓜葛，仲話要將文化零售帶到全球。9月先同大陸嘅青島市簽咗備忘錄，而家第二站就直指中東啦。今次江少就夥拍 Wafi Group 呢個杜拜地產巨頭，成立 Wafi Anime 11，打造跨文化商貿樞紐。Wafi Group 大家知唔知係乜料呢？佢個中文名好勁嘅，中文叫杜拜皇室企業。皇室喎，唔係銅鑼灣嗰個皇室堡啊，大佬。呢間皇室企業嘅創辦人係聽住啦 Sheikh Manaf bin Khalifa Al Maktoum， 相信讀完大家都唔會記得。一般人尊稱佢為殿下，一聽就知幾個猛料啦。佢係杜拜酋長姆 Ham 嘅堂大佬，業務除咗開採石油，仲將杜拜打造成世界級商城。大家可能聽過 Wafi Mall， 外形成個金字塔一樣，相當之吸睛嘅。Wafi City 本身係杜拜老牌高端商場，有酒店、餐廳 Raffles Hotel， 但近年就被 Dubai Mall、Mall of the Emirates 呢啲新場搶晒風頭。皇室都要諗計星搞創意，揾嚟揾去，終於揾到鄭志剛，睇中佢香港 K11 嗰套模式最啱佢哋口味，主要集合藝術、品味，再溝埋一大堆世界級一線品牌，就係咁一拍即合。鄭志剛呢位富三代，由2007年開始喺新世界返工，話晒都有近20年管理大集團嘅經驗。上合發展控股係幾日前12月10號宣布正式殺入中東，就係喺杜拜同 Wafi Group 亞非集團簽署合作戰略計劃。江少仲表示，呢個合作會為零售業跨區域合作樹立新典範，作為中東同華語市場長期橋樑嘅重要一步。簡單講，就係將香港、內地嘅新消費品牌同 IP 直接空降到中東最有錢嘅城市，目標就直至 C 世代同 Alpha 世代嘅荷包。喂，江少，你個願景好大喎。我就同大家解構下個合作內容係點玩先。第一，博物館式零售 2.0， 將會有大量藝術展覽、限時 pop up、國際級雕塑同裝置。行商場等同行博物館，同香港 K11 妙思理念一樣。第二，超強動漫 IP 區塊，江少旗下原創動漫 IP Experience 11會全面進駐，有互動展覽、cosplay、IP 聯成店，簡直係會行會走嘅 pop mark。再加上元宇宙 AR 同 VR 嘅體驗館，專攻中東年輕人超愛嘅日本二次元文化，呢區肯定會爆場。連迪士尼都睇中呢塊肥肉，將會喺阿布扎比嘅亞斯島起主題樂園。不過要到2030年先有得玩，上合集團今次就搶咗頭啖湯啦。第三，鄭志剛2-3年前已經係元宇宙落晒針、插晒旗，而喺區塊鏈方面有晒足夠經驗，對於高消費群同埋新經濟體要發展虛擬產業，隨時可以配合上馬。例如 NFT 會員卡、數字藏品、區塊鏈積分系統等等，呢又方便又前衛嘅。第四，亞洲美食攻勢，咁多試過衝擊體驗，又點少得食呢飯？亞洲美食一向比其他地方優勝，大家應該同意。佢哋會引入亞洲高級餐飲體驗，即係極大量嘅米芝蓮或者網紅餐廳，睇得又食得。總之一句，極盡奢華體驗。第五，跨境文化橋樑，注入世界級設計師、潮牌、亞洲人氣偶像，總之係時尚嘅就引入去，誓要打造中東最大嘅亞洲流行文化集散地。點啊？以上情節係咪好cyberpunk呢？呢啲場面好似打機先會睇到。係啊，呢度絕對係用金錢堆砌出嚟嘅，係咪成個拉斯維加斯嘅高級版啊？但重點係中東人絕對消費得起喎。有熟悉中東地產嘅專家話 ，Covid 後係中東經濟轉捩點，開關後迅速吸納歐洲富人，近排又多咗批伊朗人買樓為攞杜拜黃金簽證，杜拜樓價過去幾年就升咗40%，
帶動高消費人口激增。中東而家就好似70、80年代嘅香港，個個爭住搞地產，水漲就自然船高，對奢侈品名店需求極大。而家中東經濟好掂啊，同香港比較就真係一個天一個地。中東人口年齡層低，成條街都係後生仔，唔似香港人口老化要搞銀髮經濟。咁對鄭志剛個人嚟講意味住咩？呢單交易就係佢成立 Allmed Group 之後最重磅嘅一擊，證明江小靠自己都搞得起，可以同真正皇室平起平坐做生意喎。喂，係咪威先？如果杜拜呢鑊搞得有聲有色，之後中東呢班兄弟國，例如沙特、卡達、阿布扎比，好大機會齊齊落單。到時中東一帶就變咗江小嘅遊樂場。官方話2026年會分階段試業，2027至2028年就全面開幕。到時去杜拜除咗 Burj Khalifa、Dubai Mall， 第三個必去地標就係 Wafi Anime 11。話晒都係由本地姜富豪第三代嘅鄭志剛將 K11 模式輸出到全世界最有錢嘅地方。將來香港人去杜拜可以同人講，呢度係我哋香港人搞嘅，真係幾型幾有 face 嘅。好，今日咁先，喜歡嘅請訂閱、留言俾個 like，分享俾朋友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